平安，兄弟姊妹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跟咱三甲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咱三甲来祈祷。哦，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阮的石盘，救赎阮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们。特别在这个劳工节的这个主日啊，在开学啊之前啊，跟大家问安。特别是伫这个劳工节的主日，伫这个学生开学的读生，甲向各位来请安。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时候都有好的休息的时间。望咱伫暑假的时阵，拢有真好的休息的时间。甚至在工作的人，繁忙工作的人，也希望你们都有请一个假期。啊，望这有那无用咧做工课的人，有一个真好的假期。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的新闻里面，伫过去几礼拜的新闻的内面，那我注意到有一个女歌新手，名字叫做麦莉塞勒斯。我有注意到一个查某囡仔歌手，伊的名叫做麦莉塞勒斯。最近在新闻里面出了一些丑闻。最近伫个新闻内底出一寡丑闻、歹听的新闻。那主要是他出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不能停，我们也不会停》。主要是伊出了一首新歌，这个歌名叫做阮袂当停止，阮嘛无要停止。那里面的歌词讲到说，我们要亲谁就亲谁，我们要抱谁就抱谁。内面的歌词讲，我若要亲啥就亲啥物人，我要揽啥物人就揽啥物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阮想要做啥就做啥，阮要讲啥就讲啥。我们不能停，我们也不会停。阮袂通停止，阮嘛无要停止。一个20岁的女歌新手。一个20岁的查某囡仔歌手，他不止唱这样子的歌，那他最近还在这个舞台上面做一些很丑陋的表演。伊唔领唱这种的歌，伊最近搁伫舞台顶表演一寡真歹看的行为。其实是非常下流、非常可耻的一个表演。一个真下流、真粗鲁的表演。很多看到这些表演的他们说不出什么话了。最后有一些新闻上在批评说，他好像是比那个麦当娜更疯狂。有人看了唔知要讲什么话，伫新闻顶面有人写安尼批评，讲伊部落的作风比麦当娜更加狂。他比女神卡卡更下流。伊比女神卡卡伊的好胆比伊更加假。那这个麦莉塞勒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当她年轻的时候，她是迪斯奈她推广提出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童星。这个麦莉塞勒斯伊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做囡仔的时，伊是迪斯奈杀出来一个童星，一个儿童的歌星。在这个北美的很多的小孩子。其实都认识这个女星。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做 Hannah Montana。这北美一个真侪的细汉囡仔拢捌伊，伊较早的名叫做曼娜蒙丹娜。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这个女星。真侪细汉囡仔拢真介意这个女明星。我记得当我的小儿子 Neil 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其实细囝你在读幼稚园的时，他那个时候喜欢跟一些小女孩玩在一起。迄阵真欢喜，甲一寡查某囡仔算做伙。他也会去跟人家去唱 Hannah Montana 的歌。伊甲人唱这个 Hannah Montana 的歌。没有想到这个女童星现在20岁了。无想到讲这个囡仔的明星，即马已经20岁啦。那他现在说。表演出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伊即马所表演出来是这种的形象。甚至有人在 Twitter 上面在写。甚至有人伫
Twitter 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网站那里写，在问说我们的西方社会跟这个中东的这些恐怖分子的战争的结果现在是怎么样？有人讲咱西方的社会跟中东的恐怖分子的战争的结果，即马是安怎？他说，如果还没有一个结局出来的话，他觉得我们不应该赢。伊讲到这样战争，若是到这样是还无一个结局出来呢，我感觉讲咱的战争无应该赢。因为看到西方社会真的是太腐败了。因为看到西方的社会实在太过腐败了。当然，有人也是反过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这个麦利塞勒斯。当然有人倒转来讲这个问题，不是出伫这个麦利塞勒斯的身上。他是出在他的后面的一群，不管是他的经理还是代理人，甚至他的父母亲。伊的问题出伫伊后壁一群人，无得个是伊的爸母，不得是伊后壁的经理人。他的父母亲以前也是丑闻累累的这个歌手。伊的老爸老母早前嘛是有真歹的行为的歌手。他说：“问题是这些人把这个女孩子包装成这样子的形象，为了就是在商业上能够再一次的建立一个红的名声，再一次的赚一个大笔钱。因把这查某囡仔包装到这种的形态，就是要按算伫伊的身上建立一个真红开来赚钱的名声。他们都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一种形象改变对这些很崇拜他的这些小孩子们对他们的这种的影响是多么不好。因拢无想无到讲这种的形体的表演对一寡真崇拜伊的细囝的影响是偌尔歹。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个西方社会的一些道德腐败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咱即摆咧看这西方道德这么败坏的时阵，耶利米先知伊咧甲咱教示的话，会当互咱一个警醒。耶利米先知本身也是一个年轻的先知。耶利米先知伊本身嘛是一个少年的先知。在第2章它里面他所在讲的他在讲的这个先知的这些责备的话语，也是针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可能是应该是属于比较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跟他们做一个劝勉。伊伫第2章所款面所写的话，也是针对当时以色列那些少年人来讲的话。他跟这些以色列人问说，第一个他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去想到说，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在最先开始的时候，跟神的一个很亲密的恩爱的关系。伊特先讲的时阵，伊咧甲问以色列人这个人讲，因介早的祖先介早甲上帝这么亲密好的关系。第2节讲到说，以色列在年幼的时候对耶和华上帝的恩爱，好像一个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很清纯的一个妻子在恩爱她的丈夫。伊咧讲以色列年轻的时阵亲像耶和华上帝的一个亲爱的某这么恩爱的爱情。那第3节的时候描写说，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这一族，就把他们当作好像一个初熟的一个果子。第3节描写讲，耶和华对以色列的人，伊就是亲像以色列人亲像头生的果子。耶和华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耶和华上帝把因分别做圣。初熟的果子，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他讲得很清楚，这是最好的。头生的果子，以色列讲得真清楚，伊这是要献给上帝，是最好的土产刚出来的，这个是把这个最好的归给上帝，是上盖好的土产。第一批出来是要献给上帝的好物。那这个初熟的是只有耶和华上帝或是他的祭司才能够享用的。这头生的果子，敢若上帝也是伊的祭司会当享受。第3节讲到说，以色列就好像这个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第三节描写讲，以色列就是头生的果子伫上帝面前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当其他的国家想要吞吃它的时候，耶和华上帝都大力的惩罚。当伊四边的其他的国家想要甲因吞吃的时阵，耶和华上帝拢极力甲伊打击。他让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去思考一下他们的祖先当时跟上帝的关系。伊互耶路撒冷遐以色列人、犹太人，伊思想因的祖先当时甲上帝这个亲密好的关系。接下来从这个第4节，接下来一直到13节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开始在责备以色列人。接下来第40到13节，耶利米先知开始对以色列人的责备。那其实耶利米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拜偶像。其实咧耶利米先知咧责备因，就是因接下来咧拜偶像。对耶和华上帝不忠，对耶和华上帝不忠，对他们以色列自己的人民不义，对因家己以色列的百姓不义。那这些其实先知在说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听。其实先知讲这话是以色列人常常有在听到的。因为耶利米先知是以色列是这个犹太国。他们已经是国到国尾，已经快要亡国的那个时候这个先知出来在说这些话。因为耶利米先知是伫因犹太国特别到尾在流尾特别结束的时阵，伊出来讲话的先知。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上帝有差派很多个先知，不管是阿摩斯、何西亚、以赛亚，大小先知都有一次跟以色列人讲出他们的不忠跟他们的不义。伫伊的进前，上帝有差遣何西亚、以赛亚、阿摩斯等等大小先知，不断地甲因提醒讲这话。可是以色列人表示，以色列人这些话他们都听过了。表示讲以色列人这话，其实因已经拢捌听过啦。可是耶利米先知他讲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是他描写的方式比较特别。耶利米先知甲因讲的内容是无啥物特别，但是因咧甲因讲话方式有较特别。那我带大家来上一些希伯来话的课哦。我今晚要带大家来学一寡希伯来语的课。特别在第5节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这样去看一下，在第5节他提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第5节，安尼描写，咱有时间，咱转看咱的圣经讲，耶和华安尼讲，恁的列祖看我有啥物不义，竟然离开我，去对遐虚无虚假的神呢？这个虚无在希伯来文是 havel。这个虚无虚无伫希伯来语也是哈达。havel。哈达。那havel，他们追求这个 havel。那自己成为在神眼中以色列人变成虚妄的。因咧追求这个空虚伫上帝面前看做一个空虚虚假。那虚妄的是 havel。迄个虚假呢叫 havel。所以他就说，你在 havel 在追求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自己变成 havel， 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你咧追求遐虚空的物件的时候，你家己变做一个无路用人、无路用的物件。其实希伯来文很好玩。其实希伯来语真好耍。我有时候会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如果说能够去读希伯来文的话，这个是对你读圣经是很有帮助。我常想要鼓励咱兄弟，有机会去读希伯来语，对咱读圣经有真大的帮助。我知道说庆福现在在神学院里，他开始在读希伯来文。知影庆福兄即马伫新学院也在开始读希伯来语。他上个礼拜在讲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希伯来文所有的课本所有的教材全部都交给他。伊在讲伊读的时候，我顶礼拜将我所有希伯来的课本这寡资料拢予伊。我好高兴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又多一个可以跟我在研究希伯来文的一个弟兄。我真欢喜，伫咱教会内底加一个会当讲希伯来语、研究希伯来语的，甲我斗阵。希伯来文很独特的地方是，
你必须要去读它，要去听它。希伯来语真特别所在，就是讲你爱去听伊，爱去读伊。它的文字文法非常的简单。伊的文字文法非常简单。可是它这个听的里面有很多押韵。可是伊咧听的这方面内底有足侪押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翻译出来这个意思，可是没有办法翻译出它的押韵。咱咧翻译圣经时，咱会通翻出伊的意思，可是咱无法通翻出伊的押韵。那当然，我们这个在不管是中文啊、英文都有一些师者，那会试着用押韵来让一些表达的事情更有一种文化。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翻译，咱拢有想讲要用咱家己的字来表达这个文化，这水的文化。那耶利米不同的地方是说，他用押韵来侮辱，所表达的不是更美的地方，他表达的是更丑陋的地方。在这个时阵，耶利米伊所表达出来的这个，伊是表达伊要甲因侮辱。迄个歹的所在，唔是表达伊迄水的所在。所以不只是说第5节里面说这个 Havel 跟 Hevel， 在第8节它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明年第5节这虚空虚伪，第8节还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第8节里面他说，祭司们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迄个祭司因拢无爱讲耶和华伫倒落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迄个律法师拢总唔捌我。长官违背我。迄个官长嘛违背我，先知借着巴力说预言，先知借着巴力来讲参语，追从那个无义的神，追求遐无路用的神。巴力的希伯来文是巴尔，巴力的希伯来语叫做巴尔。你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尔跟这个哈贝尔听起来有点像。巴尔跟哈贝尔有说同款。那最后这个无义的，它是亚尔。最后这个无路用啊，这亚 L， 所以它整个连贯起来是说，当你在做 Havel 的事情，你在神面前变成 Hevel。牧师以试讲要用中文来表达 L 袂 L， 我用台语来讲对军队巴力实在是空虚无价值这会拢总互人出功力台语来翻译安尼。林长老的翻译非常的好。他其实我也尝试用中文。其实如果这个我有写在这个我们周报上的第二个标题里面他其实真正这个先知要表达的是说，当一个人虚妄的追求一个没有力的巴力。我伫周报第2点有写着就讲这以色列人咧追求巴力是追求一个无路用。无力的神，不止对他们来讲无益跟费力，到最后他们也会变成无力。因对迄个唔是干那无力无利用，到尾变做无路用的。当人在追求巴力的时候，巴 L，OK， 他们所走的路就是一个亚 L。当因咧对迄个巴力的时阵就是到尾因咧行迄条路，就是变做无利的亚 L。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没有在敬拜巴力。当时因以色列人伫耶路撒冷，因是无咧敬拜巴力。因为敬拜巴力，这是撒玛利亚在以色列北国他们所出的问题。在敬拜巴力应该是伫撒玛利亚北国因咧做的代志。可是先知他跟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讲到说，他连贯这个巴 L 跟亚 L 是要让当时的犹太人去思考说，虽然你们没有在做这个拜偶像的行为，可是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亚 L， 也是跟拜偶像没有用的事情。先知要互因知影，讲恁所即摆咧做的，就跟撒玛利亚小乡咧拜遐无路用的神做出来嘛是无路用的代志。特别在第13节的时候，他最后先知他做一个结论，他说以色列人在他做的2件恶事。第13节结论的时阵，伊对以色列人讲恁有做2件歹代。第一个就是上帝这样子说，他说第一个，他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
第一项，伊是讲离开我耶和华活水的源头。那两件恶事，希伯来文是 shatayim shatayim ra'ot。两件事听牧师讲就好。那这个 shatayim 是二的意思了。那所以这个 shatayim 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的。shatayim 就是两个意思，无啥物特别。可是这个活水的泉源，它是 Mayin Kayin。可是这个活水的泉源，伊叫做 Mayin Kayin。所以 Mayim Kaim，Mayim 只是水的意思。Mayim 是水的意思。那 Kaim 是表示是一直在流动的水。Kaim 是表示讲一个在流动的活水。就好像一个大河的水一样，它这样滚滚流动，一直不断。亲像大河的水流动拢总袂停止。我父母亲他们住在这个圣罗伦斯河边。我的爸母伊住伫圣劳伦斯河的边啊。这是妈妈向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梦。这是阮妈妈一个真久以来一个梦想。那当时他们在决定说要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妈妈也做了一个见证。当时因想讲要买这栋厝的时阵，伊迄阵有做一个决定。他就说在诗篇第1篇的里面描写到说，就是恶人跟义人。就是伫咱的诗篇第1篇有描写到歹人甲好人、甲义人。特别在描写这个义人里面，他其中有一个在描写说，义人就好像一棵树栽种在这个河旁边。诗篇第1篇有描写讲义人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他的枝子永不枯干。伊的叶永远袂枯干，它都是结最好的果子。伊结上好的果子。那妈妈买了那个房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见证到上帝很多的恩典。伊要上厝的过程的中间，伊嘛见证出上帝真好的恩典。他也把这个恩典尽量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各地的牧者来分享。伊嘛甲伊这个恩典尽量甲兄弟姊妹甲位所在的牧者来同齐分享。开放家庭，不管是暑假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去那边 barbecue。开放伊的家庭，伫咱暑假的时阵，咱看见真侪兄弟姊妹拢伫伊遐做 barbecue。那在那边钓鱼、玩船。伫遐钓鱼伫遐坐船。也让很多的牧者在路过，在这个退休的，不敢就说来这个探访的牧者住在家里。有真侪牧者，若要来探访人嘛，住伫迄个所在，退休会嘛拢伫遐举行。在那边这样很美的一个情景，看到不只是看到 Montreal 的城市，伫遐看到真水的风景，唔连看到这蒙特罗的城市，看到这个圣罗伦斯的河水在流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的舒服。看到圣罗伦斯河的河水在流，心情是非常好。其实这个 Mayin Kaim 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活水的泉源，一个不断的河流。其实伊这个表达是一个不断流通的河流。耶和华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已经做2件坏事。第一个就是离弃这个 Mayin Kaim。耶和华上帝讲，以色列人恁做2件歹代，头一项就是离开耶和华活水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为自己造了一个池子。第2件事就是家己假熬开一个水窟啦，破咧个会漏。以色列百姓实在有够戆念头。丁长老的翻译非常的好。那这个其实这个自己造的这个池子希伯来文是叫做 Boer。其实这个家己开的这个水池希伯来语叫 Boer。跟这个恶事 Ra'o 其实也有连贯。跟这个歹代其实有连带。那 Boer 其实它不是一个井。这个 Boer 不是一个水井。它是一个它是为了要收集雨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池子。伊是为着要扣雨水，是一个窟啦。那当然，你想到说，哇，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这种永不断的活水的泉源，然后自己要去等候这个雨水的一个池子。
啊，耶利米直接互咱联想着讲，以色列人伊离开迄个活水的源头，啊，家己要开一个窟窿来天后雨水来充满。那不只是说这样子，而且说这个池子还是一个破掉的池子。唔但安尼，即个窟窿还佫是一个破空的窟窿。那自己在那边守着那个池子，然后可是一直就忘记说他们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民族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在那边等候着他们。啊，因戆戆点仔修迄个窟窿，因煞袂记起因的民族、因的祖先有一个耶和华上帝做因活水的源头，啊，无去听候即个。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想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比喻。啊，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会当震动人的心的一个比喻。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想讲对咱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刚接受这个信仰还是说你已经是受洗了很多年啊，唔领是拄咱初信的人，啊是咱信主久的人。不管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是你已经第三代、第四代，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跟这个培养养育里面长大。啊，无论你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你是伫基督教家庭第二代、第三代大汉基督教家庭大汉的人，信主的人。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挑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我们起初对上帝的爱？我真正想讲吼，这是对咱每一个人的挑战。咱要安怎来保守咱起初对上帝的疼？虽然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没有在拜偶像，我们不像一些其他的人拿起香来拜拜。虽然咱可能会安尼想讲，我无像其他的人，我咧摕香咧拜遐偶像啦。可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挑战是说，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造自己的一个 Boer？而且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讲伫咱的生活、生命中间，咱敢有家己创造一个咱的偶像？我们是不是有造出一个池子，忘记了说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活水的泉源？做一个池仔煞袂记起耶和华是咱的活水的源头。每一个从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里面，每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们的开源头都是一条河。人类每一个文化的开源的开始，拢是大河。埃及是哪一个河？尼罗河。埃及是发源地尼罗河。印度是恒河。印度发源地恒河。中国是2条河。中国有2条河。长江、黄河。长江、黄河。上帝特别的祝福中国。上帝特别有祝福中国。美国是哪一条河？美国呢？密西西比。密西西比哈。加拿大是圣劳伦斯。加拿大是圣劳伦斯河。很有趣的是，耶路撒冷旁边没有一条河。真趣味，耶路撒冷的边啊，无有一条河。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约旦河。有人会讲有约旦河啦。约旦河不在耶路撒冷城旁边。约旦河无伫耶路撒冷城的边啊。如果有机会去中东去看一下，约旦河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河。如果你有机会去中东遐看嘛，约旦河其实是一条小小的河。其实，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那块地是一个干旱之地。其实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所在是一个真抗旱的所在。那在干旱之地里面在那边住的人民，在那边这样你死我活在争这个约旦河的小小的一些溪水。伫巴勒斯坦那干旱、抗旱的所在伫遐生活，伫遐三井，要争这个小小的约旦河的河水。那上帝教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圣殿、他们的首都盖在耶路撒冷城。上帝叫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圣殿起造伫耶路撒冷城。在山坡地上，根本跟约旦河没有关系。伫山坡的顶面，根本就跟约旦河无有关系。耶路撒冷城有一个井。耶路撒冷城内面有一个水井。那里面是有一些在井里面是有一些地下水。伫迄水井内底是有一寡地下的水。我想，
上帝特别把以色列人安排在这样子的一块地。我想上帝甲以色列人安排伫这款的所在，要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记得说，他们能够存活，不是靠着任何的河流。要互以色列人会当记掉咧，伊一摆搁一摆一摆，互因知影讲因会当存活来，毋是靠这河的河水。他们能够存活，他们能够受到祝福，完全是因为Mayen Kayem， 他们的上帝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因会当存活，因当活落去，因是完全来活靠耶和华上帝这个活水的源头。这也是上帝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去记得反省。这也是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一摆搁一摆会当会记掉的，会当来遮反省。最后，我用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这句话来做一个结尾。最后，我用耶稣甲这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这话来做咱最后的一个结论。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4章14节。耶稣这么说：耶稣安尼讲，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独人啊，见呐啉我所要互因的水，永远袂喙焦。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冲起来，一直冲起来到永远活。阿门。阿门。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邀请大家。